諗住仲係五彭知道啩？係咯，頭先五彭至起碼啫，但係瑞成人生轉咗去方家跑馬房，包裝戰士都過關飛去轉咗㗎邊度嚟？啦。係咯，包裝戰士臨尾落飛嘅，繼續睇馬。好，9號銀亮奔騰啊！中心鐵馬今季都冇甩呢個前4名，好準嘅。季內不斷交好多 win，交啲第三。上次際遇唔好啦，即係入到直路重重圍困，失咗嘅啫。同埋艾少麗跑呢隻馬跑2次都跑得冇咁市正。呢隻真係服咗阿尤達榮啊！由季初搏到季尾，我記得上季唔襟搏嘅呢隻馬，但係今季呢變咗一隻鐵馬，咁睇下可唔可以連一班都征服埋啦。佢就勝在近況即係夠鋭咯，呢隻銀亮奔騰啊！今日現場行呢都動作多多啊，都頗為活躍。今次係用咗潘明輝跑啦，好狀態啊！呢啲全場最鋭嘅其中一匹咯。呢啲贏樣價格好啊，啱晒今季尤達榮。10號桃花開，文門就係整多貨落去拍啦都真係少可呢個馬房啲落草地咁幾貨添啊！如果冇記好似冇記錯係咯。有翻少少心勁喎，我覺得佢掹長咗嚟跑呢係帶點油啊，但係拍咗嗰兩貨又好啲。都有啲邊線分子嚟㗎，前一場輸慢步速，咁上一場就係嗰啲啦。前6名就完全改變唔到名次嘅。操練就係有啲轉變㗎啦，呢隻桃花開同埋啲彈閘啊咁拍呢，都係早段力騎嘅，即係可能因為覺得隻馬立啲啦，省一省佢。後邊就扣女加州動員。即係如果咁拍法就都係桃花開係安心些少嘅。加州動員其實復出跑咗幾場，嗰個第3其實都係冇乜太大嘅威脅㗎嚇。係啊，正係前一場銀亮奔騰贏嗰場啊嘛，慢步速嚟嘅，即係步速唔快嘅。佢個位好靚嘅，佢係中意一隻走住2碟生位望空跑同你跑均速嘅馬。嗰場嘅發揮就完美嘅。咁今場個形勢上同埋我覺得嗰場馬都掹掹緊嗰個第3，跑多步都冇啦。佢就未翻到去最靚嘅階段咯，但係都比復出嘅時候呢，神態都好翻啲嘅，即係起碼肯行啊，隻馬冇咁立落咁咯。12勁沙塵，季初就係咁評價佢同隻銀亮奔騰咯，大家都仲有好多分在手，咁去到呢個分佢又真係差唔多啦。但係仲係中心鐵馬，成日都近，呢啲係我諗4重彩要愣住嘅嘛。大家睇法一樣啦，我暫時嫌嗰啲飛呢就比較軟弱多少嘅，睇一陣會唔會調節翻，會落翻啲飛啦。今年加分幅度都幾驚人㗎啦！呢隻勁沙塵50幾分起步，依家去到86分，咁難得隻馬仍然都即係 fit 嘅，呢啲馬狀態冇走樣。正常唔應該10幾倍嘅呢啲馬。騎師就陸續上馬啦。好，睇埋呢隻海上大軍，細粒仔啦，咁贏嗰場就真係一個好快嘅 pacing 啦，俾佢喺入邊一捐個位一攻而破。呢兩場輸就翻到嚟氣管有血啊嚇，即係有啲藉口俾到佢啦。呢兩場嘅3級賽又係生唔死啦，但係就完全唔安心咯。哇！贏嗰場好似馬王咁左穿右插，不過其實係賺咗個快步速嘅，佢都幾肯捐馬㗎。近仗見佢行圈呢隻馬都有啲唔安定嘅，即係同今日嘅情況都有啲類同啦。但係呢啲馬佢如果健康一冇嘢呢，佢隨時查禍你嘅。定後馬 T 有多寶11注獨中彩金可以高達600萬。 6分鐘啦，呢一組高班馬呢，行圈都幾多馬個狀態都唔錯啦。譬如熱門馬嘅瑞盛人生啦，咁太陽勇士都長 fit 嘅。另外銀亮奔騰呢都幾活躍啊。鏡頭影住呢隻海上大軍呢，就有啲唔定嘅。近呢2次都係有啲唔定㗎啦，行圈啊。好，咁我哋都揀馬啦。咁我揀隻9號啊，銀亮奔騰。9號。9號。咁我要翻4啊。好啊，9咁我都要8啊，巴裝福星4、8、9。5號嘅喘明症，喘明唔緊要，24蚊啊！係啊，呢個先係關鍵啊！你話有賠率搏下就話。大家都健康有事，不如揀海上大軍啊！13。好。4、8、9、13。2次多血都有追㗎。
兩隻如果感覺差唔多，一隻24蚊，一隻13倍啊，幾大揀就冷㗎啦。海上大軍啊，仲可以爭埋呢啲特別獎金啊，一班。大至尊啊，轉咗羅富全馬房初出，睇下會擺咩位啦。同鄉季尾真係 fit 翻嘅，睇住啊，交代咗啦，贏埋3級賽，呢兩季都係喺季尾度發威嘅。出跑到少少支助啊，瑞成人生。呢啲停低佢再行過噶啦，再散佢幾步即刻俾。Jenny 呢場揀8號包裝福星行頭，跟住就4號太陽勇士啦，7號嘅大浪淘田，仲有9號銀亮奔騰。請問今晚可唔可以俾我哋喺呢度住一晚啊？到訪遠離煩囂嘅鄉村，俾你置身城外，感覺世外。呢間屋就係為圍爐女而設，未見過榮攞咁煮法，咬落仲好彈牙添。尋找隱世家，星期5起，星期1至5晚8點半，82台 TVB Plus， 專家分析市場行情，聚焦美股走勢同表現，助你把握先機。富途證券特約，富途講美股，星期4、5晚8點，82台 TVB Plus。千草堂綠味地黃丸源自經典滋陰補腎名方，適合腎陰虧損人士，補而不燥。千草堂綠味地黃丸。誰人有為天使憂愁？甜言蜜語沒有，但卻有我這個好友。回味11首失戀情歌，尋找11顆失戀的心。保濟院130週年呈現《中年好聲音4》，今晚8點翡翠台。頭先啲練馬師王菲反而呂健威都尚算啊，都幾硬正啊！一後邊啊4場都有馬跑啦。咁勁進區都唔係跑得差噶嘛，留住跑，好似都有爭啊獎金名次。後邊係手機標勁閃耀天河、百勝威龍。咁棚之後邊啊，仲有啲冷門嘅，勝於南，有形量嘅勇者為王。桃花開10幾倍都可以諗下嘅。佢又跑健康啦，跑個 fit 字啦，同埋包裝福星都係啊。今次啲功夫真係有啲唔同。總之隻 win 就係有得挑剔咯。而家好多人都係咁諗噶啦，所以褪下啫，褪翻上25蚊啦，就瑞盛人生。上季尾好記得呢，如果你告東尼落草地拍咧，就美麗第一咯。一轉馬房冇啦，咪800佢翻到嚟，好成績。今季都交到啊，美麗第一，蓋谷草贏。咁你照計瑞盛人生係好跑嘅，預計太陽勇士放佢 sit 住喺後面。而家係驚隻馬佢本身會唔會話即係跑唔翻咯？所以其實佢位置呢，好唔硬淨嘅飛數，26蚊 win 2倍位置。同埋講緊一班賽啲馬隻都係有翻咁上下料噶嘛。係㗎，生唔到馬㗎呢場。係啊。其實每隻馬都要挑剔，但係就生唔到。形勢就係咁啦，即係隨便抽一隻馬出嚟去講佢嘅優點缺點都可以講到嘅。你話全場最冷加州動員都係1800能手嚟㗎嘛？健康冇問題，可能喺呢度都走近。所以呢啲場合就即係唔係話好核心投注咯，又或者熱門唔係好直播咯。太陽勇士睇下可唔可以賺完又再賺。咁夢幻。不過佢都係66蚊嘅。
即係冇上次咁好分咯，上次有成11倍。喺大師傅框下，其實佢跟馬跑都得嘅。不過上次袁幸堯放得咁靚，係咪先？咁啊，當然繼續減呢10磅啦，比上次仲輕磅啲。同埋佢係一隻好難贏嘅馬啊嘛，始終。即係之前都係搏嚟搏去都好似贏唔到，成日都2-3-3，跟住就贏到啦嚇。咁而家又加個分就上到嚟，而家102分啦。咁前次博文又唔放嘅，嗰場一定係即係啲少少老襯㗎啦，冇理由俾隻奔放自己埋嚟先嘅。今場佢會唔會單騎領放呢？就係睇落又唔係好多快馬，佢都要咯。有時博文跑馬真係估佢唔到。飛燈啊，4號拖兩範啦，拖8同10，8都會調整㗎啦。包裝係頭先贏完馬，呂建威今日有手影，12都落翻少少啦，勁沙塵。呂建威仲要呢場就退出咗佢隻8號飛區。變相啊啲馬好輕磅啊，都幾濕喎呢個大至尊啊！希望佢都跑得翻啊！休息咗好耐㗎啦，呢隻大至尊啊，馬房亦都一轉再轉。養得翻跑得翻都唔簡單嘅，係啊，馬又好多耐性咯，係啊，啲腳啊成日都有事。但係呢隻會比較穩定少少啦。好，紅燈亮起，第8場就1班1600嚇。香港馬主協會錦標85分上限以上嘅馬不能夠參與。12匹馬角逐啊，賽前呢白河飛區就退出咗㗎啦。最後階段落飛就包裝福星啦。頭先包裝戰士就順利贏啦。佢就嚟到9.2喎。9斤入閘呢就係熱門馬，佢又唔係好肯行啊！呢隻瑞盛人生，多幾位助手幫手，莫雷拉啊呃多佢2下，29蚊啊！好，終於搞掂，跟住就太陽勇士落飛嘅喜蓮勇敢10號。有桃花開，包裝福星呢嚟到85蚊啦喎，佢又唔應該咁冷嘅，即係有調整都係即係意料之中啦。大浪淘田、銀亮奔騰啲飛都勁喎，臨尾5.6倍得翻。好，剩翻幾隻咋？咁啊交俾集前。勁沙塵。喜蓮勇敢，最後入閘係加州動員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第8場賽事，香港馬主協會錦標。大熱門暫時顯示係5，準備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啦。快啲嘅馬，中間位置有太陽勇士嚟㗎，響入邊瑞盛人生走咗上去啊！出邊藍白環間3呢，第3位嘅馬有包裝福星啊，內欄第4銀亮奔騰，中間進佔第4啊，紫色眼罩加州動員嚟㗎，第5位就變翻銀亮奔騰啦，第6位嘅馬橙衫啊勁沙塵啊，再後邊嘅馬啦美麗同享啦，後邊嗰5匹馬桃花開，出邊啊大浪淘田啊，尾3啊海上大軍，尾大至尊啊，暫時殿後喎，紅眼罩呢，有呢隻就喜蓮勇敢嚟㗎。過呢個1000米嘅段柱啊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太陽勇士嚟嘅，跟住喺第2位有包裝福星啊，瑞盛人生啊守住內欄第3加州動員，第4內欄第5大面箍有銀亮奔騰啊，第6位橙衫呢就有呢個嘅勁沙塵啊，第7位美麗同享啊，後邊嗰5匹馬大浪淘田桃花開啊，尾3位置就大至尊，尾2海上大軍啊，咁啊墮後嗰匹馬呢係喜蓮勇敢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呢就太陽勇士啊依然
然佔先啲嘅包裝福星喺佢出邊啊，咁啊等入邊嘅話有瑞盛人生，攞出去外邊嘅話有加州動員啊，揈出去外邊追，大面箍啊銀亮奔騰，最出橙心勁沙塵啊，仲未換到腳喎，等緊啊，再喺入邊再隻美麗同享，最後300厘米平排衝刺之下，包裝福星佔先少少，外邊冚噶嘛，有呢隻勁沙塵壓住咗中間呢，有銀亮奔騰壓入去啊，加州動員入邊冇位就瑞盛人生，反而出邊美麗同享殺上嚟啊，美麗同享外邊逢馬過馬贏啊，跑第2名勁沙塵，第3名銀亮奔騰，第4名係太陽勇士啊。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勁沙塵喺外邊冚呢，咁佢應該冇換腳就一路有啲內閃。美麗同享開頭都等位等等下呢，攞咗出去外邊，結果逢馬過馬捧走香港馬主協會錦標。呢匹9歲嘅老馬有打搭啊！美麗同享都係呢組佢級數高啲，喺外邊一口氣過晒啊！布文跑第2名呢，勁沙塵，第3名銀亮奔騰，第4名係放頭嘅太陽勇士。真係 fit 啊！美麗同享嘅出閘首都嗰個位，季中嘅時候早段都係落後啲啊！啊！真係估唔到佢可以打搭再贏啊！你話告東尼啲美麗係都好犀利啊！2號、12號、9號、4號，尤其是呢隻9歲馬打搭再贏，1分33秒58嘅時間，睇重播。大熱門暫時顯示係5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啊！快啲嘅嘛，中間位置有太陽勇士嚟㗎，響入邊瑞盛人生走咗上去啊！出邊藍白環間3呢，第3位嘅嘛有包裝福星啊，內欄第4銀亮奔騰，中間進佔第4啊，紫色眼罩加州動員嚟㗎，第5位就變翻銀亮奔騰啦，第6位嘅嘛橙心啊勁沙塵啊，再後邊嘅嘛啦美麗同享啦，後邊嗰5匹馬桃花開，出邊啊大浪淘田啊，尾3啊海上大軍尾衣大至尊啊，暫時殿後喎，紅眼罩呢，有呢隻就喜蓮勇敢嚟㗎。過呢個10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太陽勇士嚟嘅，跟住喺第2位有包裝福星啊，瑞盛人生啊守住內欄第3加州動員，第4內欄第5大面箍有銀亮奔騰啊，第6位橙衫呢就有呢個嘅勁沙塵啊，第7位美麗同享啊，後邊嗰5匹馬大浪淘田桃花開啊，尾3位置就大至尊，尾二海上大軍啊，咁啊墮後嗰匹馬呢係喜蓮勇敢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呢就太陽勇士啊依然佔先啲嘅，包裝福星喺佢出邊啊，咁啊等入邊嘅話有瑞盛人生，攞出去外邊嘅話有加州動員啊，揈出去外邊追，大面箍啊銀亮奔騰，最出橙心勁沙塵啊，仲未換到腳喎，等緊啊，再喺入邊再隻美麗同享，最後300厘米平排衝刺之下，包裝福星佔先少少，外邊冚㗎嘛，有呢隻勁沙塵壓住咗中間呢，有銀亮奔騰壓入去啊，加州動員入邊冇位就瑞盛人生，反而出邊美麗同享殺上嚟啊，美麗同享外邊逢馬過馬贏啊，跑第2名。勁沙塵，第3名銀亮。其實頭先呢都幾危險嘅，瑞盛人生同埋加州動員咁樣夾一夾啊！等巡邏影片望下啦。預計派彩跑第1名呢，2號美麗同享獨贏101蚊，位置29個半；跑第2名12號勁沙塵，位置34個半；跑第3名9號銀亮奔騰，位置18個半；跑第4名係4號嘅太陽勇士。連位2搭12派508個半。2重彩2號、12號順序派1162蚊，3重彩2號、12號、9號順序派7111蚊，單 T 派1023蚊。位置 Q 2搭12派154蚊，2搭9派82蚊啦，9搭12派95個半。今日2隻美麗啊！特別美麗，美麗同享。哇！過關咪正，哇都肥喎10幾倍係。幾倍？其實正話嗰隻勁沙塵沿途嗰啲位都靚到絕㗎啦。級數啦。啊！佢仲靚，佢轉到位出嚟。佢就轉到出嚟咯。佢入咗直路係攞埋邊㗎，跟住之後一路轉出嚟，反而隻瑞盛人生跟前咗呢，佢就轉唔到出嚟啦，嗰度就夾咗啦。成日都話呢，後一格睇位呢容易啲啊。步速快啊嘛又。好危險啊！係啊，嗰度夾一夾。係好危險啊！嗰度。係啦。太陽勇士放得快嘅，其實今次即係正常偏快啲啦。
係3段嗰度少少回氣，23秒47，即係騎唔喐隻馬，起連勇敢啊妹，全程喺後面。佢隻馬立咗。4連環預計派彩2號、4號、9號、12號派808蚊。其實隻4都交翻出去自己應有水準。4重彩預計派彩2號、12號、9號、4號順序派21,526蚊。冇啊，前4名都跑得好靚啊，隻隻都。真係贏呢隻阿布文好開心啊！啊，轉到位出嚟。大至尊都係大敗嘅。都唔係好跟到啊，好似早段都較後。相反係包裝福星，我稍嫌佢跟前咗。末段有份落飛㗎，咁但係跟前咗好似麻麻地。但係呢場步速又唔算話好快啊。但係都係失望，你相對太陽勇士翻嚟第4，咁你包裝福星翻嚟散咗喎。包裝福星今季都係贏跑馬地咯。係啊，加州動員嗰啲都唔係話點樣斷得晒，咁相對係差㗎8號。奔騰勁沙塵啊！即係呢一隊中心鐵馬今季。又有銀能奔騰真係做而家未甩過，真係前4犀利。即係跑個 fit 字啊！跑馬地咪又不斷穿 Q。其實太陽勇士都係犀利㗎，雖然第4啫。沙田泥地谷草又得。真係鐵馬。可能下季初仲有得贏啊！繼續借袁幸堯呢10磅啊！好啦，我準備睇個頒獎。請各位注意，香港馬主協會會長鄧偉傑先生現正頒發香港馬主協會錦標，俾勝出頭馬美麗同享嘅馬主國羅惠珍與6號傳。香港馬主協會錦標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Mr. Leslie Tan-Wai-Yip,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Racehorse Owners Association Limited, has 恭喜 presented 晒啦！美麗係呢隻 Owners Association 季尾成績咁好，睇下下季會唔會繼續保留啦？仲贏緊一班賽啊！上次啊仲贏緊3級賽，你話幾犀利？呢2季都係季尾啦。季中成日覺得哦，隻馬都幾 fit 啊，試閘又可以擺前。硬係爭啲，咁當然啦，可能其他馬匹個質素啊都火紅火綠啊，咁啊去到季尾最緊要隻馬健健康康，又保持狀態，把握到個形勢。其實最強呢就係佢跑遠地嗰場，嗰日都冇乜馬可以嗰啲位咁追上嚟。過往又唔係變化地，真係特街啊嘛。同埋自從嗰場跑得好之後，嗰2場嘅入 Q 啊、贏啊，今日都係有賠率嘅喎。9歲馬減完啲分又彈翻上去啦，啲分數就好，恭喜晒美麗同享。唔緊要咯，馬唔知自己幾多分噶嘛。有時啊，呢個分都係跑啲級仔賽啊。末段時間都做得相當快嘅。好，再一次恭喜勝出嘅馬主同埋騎練啊！巡邏影片成場都睇翻啦。咁啊起步啦，3、4檔都出閘慢啲嘅，桃花開啦，同埋加州動員。咁啊另外大浪淘田都唔快啦。包裝福星呢就喺外檔呢慢慢上嚟嘅，隔離就太陽勇士啦。咁啊瑞盛人生呢少少擺側咗個碼頭嘅，入邊就銀亮奔騰。中檔呢見翻就加州動員啦，勁沙塵喺第6，入邊第7就美麗同享啊。直路呢睇下會唔會勁沙塵呢壓到其他啲馬啦。跟住大浪淘田啦，海上大軍，包尾呢就起連勇敢大至尊。包裝福星啊，望空咗啦，因為佢過往都係有少少遮擋會啱跑啲嘅，呢度輕輕有少少竇口。入邊瑞盛人生、銀亮奔騰都係內檔，勁沙塵呢就走住個2碟3位。陣間睇下
布文點樣換到個位出嚟啊？不過佢呢度就幾鬆嘅。而家拉開咗個馬群咧，其實走住中間嗰啲位就幾舒服嘅，好似勁沙塵，隔離左右都冇馬黐佢啦。呢個位係正啊！咁後邊嗰隻美麗同享咧，一陣睇佢點樣轉位啦。咁後邊嗰堆追起上嚟就全部都係麻麻地啦，包括嗰啲海上大軍啊、桃花開啊、大浪淘田啊嗰堆馬。大至尊亦都即係始終係內部跑啦。嗱，呢度人哋銀亮奔騰已經係賺個位出嚟啦。咁而家嗰隻粉紅色衫嗰隻美麗同享仲喺埋邊等緊位。莫雷拉嗰隻就夾啦。嗱，瑞盛人生呢度唔係好夠位嘅陣，呢度已經轉緊位啦，轉咗出嚟啦。啊，見到布文呢個位就雷神呢度，哇，好危險啊！銀亮奔騰同埋勁沙塵嗰度壓埋去嘅幅度大。係啊，有件三文治啊，跟住嗰隻包裝福星啊壓翻出去。第8場復榜完畢，位置 Q 2搭12派154蚊，2搭9派82蚊，9搭12派95個半。二重彩2號、12號順序派1162蚊。4連環2號、4號、9號、12號派808蚊。4重彩2號、12號、9號、4號順序派21,526蚊。孖寶頭軍3尾軍2正獎派314個半，後軍3尾軍12安慰獎派59蚊。呢場分段時間啦，頭段24秒58，第二段23秒24， 23秒47，末段22秒29，完成時間1分33秒58，快過標準時間5線左右啦。本屆政府全力發展經濟，改善民生，積極開闢新賽道，推動盛事經濟，訪港旅客持續上升，致力優化住屋同交通等範疇，解決老大難問題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，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。行政長官率團出訪督